高雄凤山有一个部党级的里长收到简体字的信息，邀请伊去到中国的病院进行交流，也讲这全部去遐的费用拢会当处理的。在地机关就认为讲，这中国想要对台湾的基层来先下手开始统战。不过国民党机关认为讲，安尼解读是伤过头啊，甚至就要尊重这里长是有才调去判断的。 等是4号暗时收到的简讯，高雄凤山区这位无党籍的里长带一个，因为唔是问里面的服务，是邀请伊去中国民营病院交流。上特别的是，佮写着专程报销各种费用。艺人一样，要不要选择去大陆赚人民币，还是等等之类的？我觉得就各有各的想法。 里长笑讲，家己奖赏嘛，甲其他的里长同款，互人邀请。但台湾执政党的议员所烦恼，这是中国的统战工课，想要甲手村甲基层，企图要影响到总统大选，也是基层的选举。那从这个民众踢爆的截图当中，包含我在市政质询当中揭露的截图，有提到，他的指定目标就是找蓝的以及无党的里长。食衣住行啊，全部都会完全包含在里面。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竞赛交流的方式哈，然后来去收买笼络人心啊。 毛民进党议员发言，运动嘛，互当作是统战邀约的方式，呼吁里长就要注意。不过国民党议员有无同款的看法？伊认为两方的交流活动本来就真正常，唔免什么代志拢当作是统战。我觉得没有必要逢中必反。那里长又是您选的，依法本来就不需要去申报这一些。私底下的交流其实是不分中国的，像日本的政府，我们也常常进行半官方的交流。看你用什么政治立场 来解释这件事情，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台北市长之前去上海什么论坛的那个，你要说是统战吗？其实也不一定，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吧。每回交台到中国旅游，才有算统战，民众的看法无同款。不过大选要到啊，高雄愈来愈侪里长收到相关的消息，嘛难免会引起着政治的联想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